谢神，是他丰盛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特别在这个疫情肆虐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因着疫情受到影响，无论是心理，无论是工作，无论是经济、家庭、教育方面，使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将我们自己的忧虑，将我们自己的苦处，将我们自己的难处排列在神的面前，我们单单定睛在神的身上，我们单单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将一切的忧虑都交托给他，恳求耶稣因着宝血的救赎带领我们通过种种的考验，包括疫情。我们将自己恭敬的排列在面前，我们自己为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将我们的罪排列在神的面前。我们人都是有罪性，我们常常得罪了神而不自知。可是当我们犯罪，当我们的思想偏旁的时候，我们的神都知道。这时邀请弟兄姐妹，我们将我们的罪排列在神的面前，靠着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所有的罪。我们将我们的罪献上在主的面前，求主来救赎我们。开口来祷告。邀请弟兄姐妹，如果你可以方便，我们从座位上来起立，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我敬拜你到永远。疾病不能，失望不能胜过耶稣的名，世上没有任何困难胜过耶稣的名，医治能力，救赎恩典，都以耶稣的名。
灵内攻破，征战的神，我们再次宣告：疾病、死亡都不能够胜过耶稣的名。死亡不能胜过耶稣的名。世上没有任何困难胜过耶稣的名。耶稣的名超乎万名，荣耀尊贵都归于你。万心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我敬拜你到永远。耶稣的名，耶稣的名超乎万名，荣耀尊贵都归于你。万心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我敬拜你到永远。耶稣我敬拜你到永远。耶稣我敬拜你到永远。哈利路亚！主，我要敬拜你直到永远，将一切的掌声荣耀归我们神。耶稣，我的耶稣，主啊，你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将一切荣耀归你。我的神，我要永远在你的怀里，爱慕你，屈膝在你面前，单单敬拜你。我渴慕你，我敬拜你，我的主，我深爱的唯一，我的神。我的神，我要永远在你的怀里，爱慕你，屈膝在你面前，单单敬拜你。我渴慕你，我敬拜你，我的主，我深爱的唯一。耶稣，哦耶稣，我灵最深渴慕。耶稣，哦耶稣，你医治我心深处。耶稣，哦耶稣，我灵最深渴慕。耶稣，哦耶稣，你医治我心深处。此时邀请弟兄姐妹，此时让我们开启我们的心，让耶稣来触摸你。在他的面前，我们不需要害怕；在耶稣的面前，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向主求，说：“主啊，求你来触摸我。”或许此时你的心中有个难处，或者是心中有一个过不去的试探，但耶稣说，他今天来是要在你的内心深处。当你愿意敞开的时候，耶稣他要完全来释放你，他要来提升我们生命的境界，我们的生命就会不再一样，你的歌声也会不一样，我们的敬拜也会不一样，我们跟他的认识，对他的认识也就来不一样。
只要进在主的同在里面，我们就要得到神所赐的完全。耶稣，我的耶稣，是我们自己跟主的关系，是我们的耶稣，不是别人的耶稣。只是邀请我们举起我们的双手，我们先来呼求我们的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挪去我们在疫情当中所有的挑战、所有的困难、所有的恐惧。主啊，让我们所有因着敬拜你，我们就克服一切的危险挑战。哦，耶稣，我的耶稣，耶稣，哦，耶稣，我灵最深渴慕。耶稣，哦，耶稣，你医治我心深处。耶稣，哦，耶稣，我灵最深渴慕。耶稣，哦，耶稣，你医治我心深处。我的耶稣，耶稣，哦，耶稣，我灵最深渴慕。耶稣，哦，耶稣，你医治我心深处。哦，耶稣，哦，耶稣，你喜悦我向你歌颂。哦，耶稣，哦，耶稣，高举双手，全心敬拜你。哦，耶稣，哦，耶稣，你喜悦我向你歌颂。哦，耶稣，哦，耶稣，高举双手，全心敬拜你。我要一生敬拜你，在你殿中赞扬你荣美，在你丰盛恩典中我欢喜歌颂，在你救恩盼望中我灵不住快乐。哦，耶稣，哦，耶稣，你喜悦我向你歌颂。哦，耶稣，哦，耶稣，高举双手，全心敬拜你。我要一生敬拜你，在你殿中赞扬你荣美，在你丰盛恩典中我欢喜歌颂，在你救恩盼望中我灵不住快乐。在你救恩盼望中，在你救恩盼望中我灵不住快乐。哈利路亚！天父上帝，感谢你，在你的救恩盼望中，我要在灵中一起快乐、赞美、感恩。感谢你在这个端午节的假期，主啊，我们一起聚集在你面前，奉你的名来聚集，设立宝座，敬拜你。愿我们的敬拜荣耀归给你，也让
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请坐。接着我们来恭受上帝的话。今天的经节是《使徒行传》第4章32节到37节，我们一起来恭受。第32节这样说：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我们圣经攻读到这里，接着是祈祷小组为我们的影音献诗，恩典已降临。随后我们请蔡成功牧师为我们讲道。今天他们为我们讲到的是见证上帝的部落司马库斯。
用拍手一起赞美主，谢谢。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这个端午节了哈，但是我们弟兄姐妹还一起聚集，一起实体的敬拜也许有些人外出，但是希望透过我们的线上敬拜，大家一起同心来敬拜神。感谢主，今天呢我们特别难得哈，今天是我们的玉山神学院的主日哈。那我们特别安排邀请了哈，远从新竹县尖石乡后山，要开车6-7个小时才来到我们这边的蔡成功牧师他要分享的也是跟原住民有关哈，就是他们自己的部落司马库斯是怎么来的，他们为什么会被称为见证上帝的部落，在那么后山的地方，为什么能够营造一个大家都平均均富，大家都平安，大家有足够的生活不必到山下，他们就能在那边做美好美好的见证。那玉山神学院呢，是为原住民设立的一个培养原住民牧者或是事工人才的学校，在花莲哈。那每一年其实一般都是5月啦哈，是属于玉山神学院的主日不过因为时间的安排的关系，我们就用今天，其实今天也是圣灵降临节我们安排蔡牧师来我们当中。那蔡牧师呢，他的原住的名字叫亚拉亚拉。今天呢，他们不止一个来还有师母，有一名师母，还有2个可爱的女儿一起来。我们先欢迎他们来。我们邀请一个，他们4个来真的是太热情了等一下我们要请师母唱最棒的诗歌听起来会很感动那时间很宝贵，牧师做简单的介绍，就是司马库斯为什么是一个上帝见证上帝的部落。牧师其实在41年前就曾经去过，那个时候刚刚通电我记得，但是没有路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跟我的同学也是原住民同学，他是住在司马库斯的对面，叫镇西吧这个牧师我们有的人也认识，就是阿栋牧师，那个时候是神学生，他就告诉我们说那边还有一个连机车都骑不到的地方，只能用走路的，你们有没有兴趣那个时候年轻又不大知道山上的路怎么走，我们说好试看看真的有一天早上他们就带我们下山谷，再爬上山谷，大概走了4-5个小时才到司马库斯这个部落在那边太累了，没办法再回来，就住一晚那隔天再从那边走回来，第2天要走回来已经撑不住了，这脚都酸痛的不得了。但是让我印象好深刻，说上帝原来这么深山的地方有一群神的子民在这边敬拜神。那个时候我们全台湾大概都全部都路都通了，只有这个部落，所以他们有人把它叫做黑暗的部落或是黑色的部落。其实它是在新竹的最后山，其实在欢山过去就是宜兰了。那这个部落怎么样成为神所祝福的部落，真的要让我们蔡牧师自己来现身说话。我们也一起关心这个部落的发展，也一起来关心我们的玉山神学院。我们一起用拍手来欢迎他来。谢谢夏牧师，还有教会的长老、执事，还有众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感谢神能够带领我到富祥教会来为玉山神学院纪念主日来请安报告。那为什么要特别提到玉山神学院？因为应该是大部分的原住民的教会都跟玉山神学院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教会的设立、福音的传入，让部落渐渐的改变，然后走向上帝所喜悦的部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在见证司马库斯部落之前呢，我们也特别提到玉山神学院，我们也求神纪念。那感谢神，今天是我第一次从部落离开，来见证司马库斯部落的经验发展。我们为此献上感谢，
因为我有一点紧张了哈。虽然司马库斯是一个明星的部落，可是第一次代表部落跟教会来一起来介绍司马库斯，心中还是有许多的紧张了哈。我跟夏牧师我们都很熟了哈，就是在去年他们有一次11月份带领他们台南教会的牧者去那边联谊了哈，在那边认识夏牧师，那个时候就有很感动，就是说司马库斯就是说感谢神祝福司马库斯了啊。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这个见证这样一个恩典，你应该要出去来分享啊，分享。那个时候心中有一些感动，但是同时也是有一些不安，就是司马库斯可以出来做见证吗？有什么可以值得分享啊？所以我在思考很久以后，我就向神做一个祷告，求神带领能够出去为神做见证。所以今天早上的见证，并不是要高举这个部落它有什么成就，而是要见证上帝如何在司马库斯动他奇妙的工作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早上我就是在去年就答应夏牧师来，但后来这中间有疫情有一些日期有些延期到了可是感谢今天早上能够在这边一起分享神的作为，我们愿意将这荣耀归给天上父神。哈利路亚！早上我来这边聚会的时候，就稍微看一下我们贵教会的周报。原来我们的教会，设立教会现在已经47周年了那不容易。那我稍微看一下，有第一次设立，第二次改建，一直到今天美轮美奂的一个教会。我们相信每一个教会的设立都有神的心意，每一个教会的设立都有上帝的带领跟祝福，所以我相信互相教会是蒙神祝福的一个教会。虽然47年贵教会的牧师蔡正道牧师，我也跟他很熟了对不起，他大概20年前我在珍惜保牧会的时候，他那时候他是当总会大专事工的干事，后来就到互相教会，所以那个时候就听到互相教会了。我相信教会47年都有上帝的祝福跟带领，所以今天早上我特别从见证上帝的部落司马库斯，我们来做一些分享，上帝如何在这个部落里面动他奇妙的工作。那我们还是回到前面的经文那前面的经文使徒行传在读这经文之前，我自己有很大的感触特别是在后面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名叫约瑟，使徒称为了巴拿巴，他有田地也卖了，把银价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我在神学院，我在牧会还没到司马库斯以前，前面的经文我们参听到，我们都知道房屋公用，我们当下也知道使徒行传确实是一个房运公用一个初代教会。可是那个对我们来讲对我来讲我常常在想，那只是仅止于认知，仅止于一个概念。可是弟兄姊妹，一直到我到司马库斯牧会以后，我才深深了解到圣经讲的所谓的房屋公用，彼此可以见证基督耶稣复活大能。弟兄姊妹，好不好？弟兄姊妹，今天早上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后面有讲到见证基督耶稣复活的大能。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我们在盖教会，我们在牧会，我们在带领羊群，我们都是在见证基督耶稣复活的大能。哈利路亚！所以司马库斯也一样，蒙上帝的恩典，蒙上帝的祝福。如果你没有去见证基督耶稣他在这个部落里面复活的大能，我们可能只是一般的生活，我们只是个体一个人。可是弟兄姊妹，因着见证耶稣复活的大能，我们显得不一样。
我们显出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我们显出我们是尊贵的百姓，我们是显出上帝重用的仆人。所以后面弟兄姊妹有一个伟人叫巴拿巴。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在读圣经，我们都承认在新约圣经里面都是保罗的书信，大部分伟大的宣教士，伟大的上帝仆人。可今天早上我特别提这个巴拿巴，他在宣教的事工里面，他在保罗的福音事工里面与他有帮助。那我为什么讲是司马库斯的能够被称为上帝的部落，见证上帝名，很像这个巴拿巴。巴拿巴是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他是后来跟保罗一个很有，他们是一个非常好同工。保罗他被神得救以后，没有人敢接纳他到耶路撒冷，是谁引荐的？是巴拿巴。保罗是一个杀人犯，对不对？他以逼迫基督为名，没有错，他被主恩召，他被神感动以后，他想到耶路撒冷，没有人愿意接纳他，没有人敢带巴拿巴亲见使徒，但是唯有这个巴拿巴，我们可以理解弟兄姊妹，是这个巴拿巴，他带来安慰，他可以带来劝勉，他可以带来帮助。所以弟兄姊妹，从某个层次来看，感谢神，因此巴拿巴可以让保罗进到耶路撒冷，跟众使徒在一起，因此展开他宣教事工。我们知道保罗他有第一次宣教、第二次宣教、第三次宣教，都跟巴拿巴有很大关系。特别是圣经，我特别指这一段，因此巴拿巴他带头，他做了什么呢？他有田地，也卖了，把银钱拿来放在使徒面前。弟兄姊妹，这个举动深深的鼓舞他们。弟兄姊妹，教会在创立初期，需不需要同工来带动？需不需要福音的推动？需要弟兄姊妹。我们想想弟兄姊妹，富祥教会如果没有一群在当时付出的长老、执事在推动教会事工，可能在退休时会很困难。可是相反的，就是有这么一群，他们愿意在主的面前以身作则。我们不一定是卖田地，我们不一定要像巴拿巴一样。可是我们想弟兄姊妹，如果在教会里面有一个长老被我们的敬重，同时他愿意花时间在身体上、在行为上、在财力上，处处做弟兄姊妹榜样。弟兄姊妹，他们是蒙上帝祝福，教会受到祝福，弟兄姊妹也需要祝福。所以弟兄姊妹，巴拿巴他因为做这样一个举动，放在把所有钱财卖了，因此让初代教会里有一个更大的和谐力，产生初代教会的信仰。而为什么这么讲？是很像司马库斯。所以今天早上我在牧会8年司马库斯，我才深深了解到这一段经文所讲的，在司马库斯里面有展现出来。弟兄姊妹，我这么讲并不是说要高举司马库斯，是我相信弟兄姊妹，神在每一个教会心意都是一样的。神希望每个弟兄姊妹同心合一在神的面前。我们不一定像司马库斯一样，可是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同心合一，为福音的事工，为上帝的国度，我们可以来牺牲、来奉献自己，为主所使用。弟兄姊妹很重要。我们看下一章。这是司马库斯的风景了哈。我待会再用图片来做一些分享。那希望就是透过这样分享，我们一方面荣耀归天父神，然后去感受司马库斯他建立的不容易了哈。同时也有机会百闻不如不见，也希望弟兄姊妹到司马库斯来参访了哈，来见证神的作为。好，再下一章。这是司马库斯的迁徙哈。我们最先开始是从南投兴旺洋
就是仁爱乡那边一直往上哈。所以现在我们几乎宜兰、南投、台中以北就是泰雅族的分布地点哈。好，再下一张，再下一张，好，再下一张。好，我们我们泰雅族就是以大霸尖山为中心的为中心，所以我们有复兴有桃园的、苗栗的、台中的、南投的、宜兰，这就是我们的圣山。我们就是在这个山里面生存的一个民族大概做这个介绍。来下一张。好，为什么叫司马库斯？我们的一群祖先叫做马库斯。马库斯200多年以前到司马库斯定居。那定居以后就没有离开了。那后来这个老人家去世以后呢，我们为了纪念他，前面叫做 S， 叫做司马库斯。我们很多汉人一个叫司马中原司马玉娇了我们跟他没有关系了这安尼了解不？不要说我们是司马的后代没讲了没有血缘关系了马库斯他去世以后，我们叫 S 为了纪念他。那目前我们有35户，人数在184.5为什么要点5呢？还在怀孕我们这个原住民很幽默，点5表示呢还在努力中了那也算是一个人了，但是0.5了我们好，这个也介绍过好，再另外这个我看一下，原住民有16个族群那最北就是司马就是泰雅族顺便来介绍一下，在台湾有这么多的族群里面这个司马库斯，那看到没有那个右上方司马库斯就是坐在那个悬崖上面的悬崖上面这个小小的部落，我们在那里过一个生活也这边盖教会好，再下一张。好，那大概介绍完司马库斯的一些地理环境跟由来以后，我大概就介绍一下司马库斯它的部落的发展经历。那我介绍好司马库斯发展经历以后呢，我最后第二部分就要讲到教会在部落里面的重要性以及最主要的帮助好，我们司马库斯全名叫做的努难司马沃斯我们顺便来学一下的努难司马沃斯司马沃斯司马库斯的努难就是编织成的一个编织的意思可能弟兄姊妹不了解编织，但是早期泰雅族男孩子必须要打猎，会打仗，才能够就是有资格做一个情面那女孩子呢，就必须会编织。一个女孩子会编织，编得好，她才可以进面。所以的奴呢，就是编织在一起，紧紧的结合在一起。所以这句话就是说，勉励我们自己司马库斯，我们要像编织一样紧密的结合，才能够创造司马库斯的发展。那其实，在教会一样，我们在牧师、长老、执事，我们一起紧密的结合。我刚刚在那边连续2场下来，我在那边带敬拜赞美，在那边跟大家一场，我心中很多的感动，因为我知道教会的同工，你们是这么同心合意在神的面前来敬拜赞美神。所以同样弟兄姊妹，等于什么？我是我们一起在那个地方紧密的在一起，来建立司马库斯，来见证上帝作为。好，再下一张。这个是早期部落的照片黑白的照片。这就是我们大概40年前的司马库斯，铁皮屋，还有竹子，还有云绕，当时没有路那跟现在的部落差很多，所以每次上部落，我们这个照片，你们可能很难理解了那台南我知道是府城，是台湾最早发展的我2个月前来参加总会说，同工大概也带来看府城台南的很有趣一个部落
一个部落大部落了哈，一个都市。好，再下一张。好，这是以前小米我们以前叫小米的生活哈，以前一定要种小米，小米收完以后呢，要盖谷仓，所以小米收得好，你今年会过得很好；小米过得不好，冬天会肚子饿哈。然后我们种小米，然后打山肉，我们过一个与世隔绝、一个分享生活，所以这个生活是很好的生活哦。再下一张，好，小米弄完以后就把它晒起来哦，要晒小米。再下来，好，这个是早期的生活啊，没有路的时候电已经通了啊，所以我们会备冰箱。有小孩子上课呢，要走到对面哈。我为什么写这个冰箱，知道吗？就是一个男人路电精通，没有路，你要怎么表达对你老婆的爱？就是要备冰箱。所以我们当时是这样，爱一个老婆，不是就备冰箱，还备电视、备砖头、备瓷砖、备那个卫浴那个马桶真的是这样啊！所以呢，我们在座的我们会有，你怎么爱你老婆你可以用的表达方法。可是，在当时我们就是要备冰箱，你爱她吗？备冰箱，哈利路亚！这个概念知道吗？爱老婆，给她买电视，可能大家没有办法理解但是这个就是我们的生活。你爱你老婆，备冰箱。好，因为以前我们打山肉没有冰箱嘛，就是放在水里面啊，就是你没用完就丢掉嘛。可是爱老婆，还有买那个瓦斯炉啊，以前还要砍木头嘛，还要备那个，所以这个以前生活是这样这是我们短信再来。以前也没什么瓦斯炉，现在海拔1800了冬天很冷就是烤火。那我为什么写这个照片这就是我们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好，再下来。好，1997年开始，我们就开始接触到货币的时代。可能大家住台南都很熟，可是对司马库斯来讲，民国60年，他好新鲜了，有钱可以买东西了，有钱可以交换了，有钱可以买咸鱼啊，买米啊。所以呢，民国60年开始种香菇。拿香菇以后呢，各位有没有去过内湾？很远以前没有路，是从司马库斯走到内湾，背着2-3包香菇走到内湾，卖掉香菇以后呢，拿钱以后呢，买米，买那咸鱼，买10斤肉就回来，下山2天，上来3天。为什么下3天呢？买米啊，买10斤肉，所以原住民的好客从内湾呢。本来10斤肉的，碰到朋友就吃一吃，到家里的时候10斤变3斤了，这个原住民，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了你也不能怪他们了，我们就是这种生活，很分享嘛，看到他卖钱呢，就是你可以说原住民没有理财概念也没有错，但是他是一个分享民族，哈利路亚。所以10斤肉呢，到家里变2斤肉老婆骂他西金娜。10斤肉变2斤肉，就是没办法分享了民主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再下一张，好，再下一张好，1990年以后我们就开始转型了，开始种水蜜桃。看到拉拉山卖水蜜桃，我们也开始我们不一定要种香菇，不要再砍了，种水蜜桃到1997年种水蜜桃。好，这个是我们最有名的黄金水蜜桃水蜜桃很多品种有白的，有白凤桃、红凤桃。当中有一个有没有看过水蜜桃是金黄色的？没有看过这是最新品种因为夏牧师在这边的如果有机会到司马库斯的找牧师我了，我会给你算便宜一点的好，希望大家到司马库斯来不要说观光了，来看蔡牧师或者是看师母我们会给你们优待。好，然后呢？1997年以后，唯一一个以行业为主的部落，实际上已经25年了。我特别讲到，
唯一一个以行业为主的部落。这什么概念呢？有的部落是他肯定有经营民宿，一个部落也有种菜的，他肯定有公务人员，他可能也有卖杂货的，他做了很多生意。但是在司马库斯里面，在原住民800多个部落，平地我不知道，只有司马库斯，他只有一个行业。这个简不简单？不容易啊！各位知道这概念吗？我们只有一个行业，就是服务业。弟兄姊妹，不容易，真的不简单啊！那我讲这样是，若不是神的带领啊，没办法。那各位看到一个那个剧目没有？那个剧目叫我们台湾叫做雅雅格巴弄，雅雅是妈妈的意思，格巴弄是快木，好像妈妈的手看到没有？妈妈抱孩子这样嘛，抱孩子这样。妈妈，我们叫雅雅格巴弄，又好像是快木在守护森林一样。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其实平地跟山上，我们的命运是不是一个共同体？我们是一个共同体啊。如果山上没有顾好，底下也会遭殃。特别水库，对不对？如果没有水库，没有水，很麻烦。我们常常讲没有电没有关系，还可以，但是没有水呢，很麻烦。所以那个水跟那个树木有关系，所以我们要互相勉励哈。山上跟平地，我们是台湾不大了哈，所以我们司马库斯就是依附在这个巨木群这里面的。我说感谢神，神给这个巨木群，让我们能够赖以为生。所以司马库斯的生活就是依附在这个巨木群。那这个巨木，我顺便做广告，台湾排名第2的是这个巨木群。那当中一个排名第1，就是在苗栗很后面的没有路啊，这是林务局官方的认定。那走3天没有路啊，所以司马库斯这个巨木群是人可以走进去的，排名第2。以前我们知道阿里山有个站，后来倒了嘛这是排名第2。所以我们的生活就是依附在这边。那有巨木群以后，有游客来了，我们就要发展观光。我们就有一个行业叫做，所以我们没有种水果，也没有种菜，也没有什么行业，就是服务业。所以我们能够整合，所以这一切都是因着信仰，可以让司马库斯朝向这样一个进度来发展。所以这个照片都是我截取在网络他们旅行业所以司马库斯我们没有自己打广告都是旅行业者他们打广告他们去过以后就会 po 出来好，再下一张。好，那这几个点我稍微做一下，就是司马库斯他的一些经历发展。1926年，我们也曾经被日本人全部移到山下，后来在那边我们原住民为什么不和呢？因为平地太平了他们要工作要弯腰所以原住民说这样的耕作方式不好，一定要斜坡的，刚刚好45度，哇，那个拔草最好，哇，哈利路亚！所以他们要回去了还好回去，如果没回去了，可能台南就是我们的开玩笑的好，1980年我们才通电很晚那通电可是没有通马路，还没有就是电影行动是没有道路。1991年，上帝的声音透过我们前任头目叫一架有一个梦，那这个梦就是跟司马库斯现在有很大的关系。这是什么梦呢？就讲到他去巴陵，他在拉拉山，他带领他的一些兄弟去那边参观，就是为什么同样是原住部落，拉拉山有那么多人？他当时在回忆说，他看到那个拉拉山水蜜桃之夜，好几千人到那边，水泄不通，为了要看水蜜桃之夜，所以他就很纳闷。因此在那晚上，他借宿在原住民部落家里，晚上神给他一个异梦，神告诉那个长老说：“长老，上帝的左脚他在拉拉山，但是将来有一天，上帝的右脚他在司马库斯这个部落的时候，你的地会震动。”早上起来，这个长老那个梦就醒过来了，他就把那个梦讲给他的兄弟，跟他兄弟。
那个梦就是今天被实现了，就是司马库斯蒙上帝的恩典，游客多到真的是多到让部落都好像很多人哈。好，1991年以后，这个长老呢，他这个梦以后他就回去了，他就开始找怎么样去带动部落。因此在1991年他就找到这棵树，就是这个巨木，我们就开始公开做一个公关。1992年我们就开始文化生态开始。1992年是还没有共同经营的哈，等一下这部分会讲，那个是属于个人的。1995年才开始有路通。我们这弟兄姊妹观光有了以后呢，没有道路的话，就也是没有办法。所以我们是民国84年才路通了哈。这个很难想象哈，你们可能大家对他来讲都很多道路啊，我们是84年才有路了哈。所以这个部落曾经一度被称为黑暗的部落这个是有它的原因在那边。2003年我们才有室内电话跟网际网络所以弟兄姊妹很难理解，对不对？2004年我们开始合作共生土地公营制度。所以这几个点我们大概做一些了解。好，再下一章。好，那我大概介绍一下我们的近期发展，让大家知道司马库斯他在发展。1993年我刚才讲，他回去以后找到巨木群，就开始生态治理。1993年到2001年到2001年，我们被称为迷失的7年。那为什么呢？因为部落开始发展以后呢，是属于个人的行为，个人的开发，因为没有整合因为没有一个共同的机制，所以做观光的时候很会做生意的，或者房子盖好的，他就有钱；那不会经营的，没有投资不好的呢，他就没有钱。因此这个7年我们接触到所谓的货币政策观光的时候，部落跟教会部落就是呈现混乱，他们就为一个时间会彼此的问候，彼此的打招呼，其他时间呢就是尔虞我诈，你赚多少，我没有赚多少，没有赚的也咬牙牙，是这种情况。只有在礼拜天来教会，弟兄姊妹，我们来教会不得不请安报告彼此问候，彼此的微笑。可是出去以后呢，因为弟兄姊妹现实是非常的，生活是非常现实的。你有钱赚，他很高兴；没有钱赚的，就是很难过。所以那个7年，我们称为司马库斯失落的7年。弟兄姊妹，感谢神。2001年有一个老头目叫一切长老，他当时是他们兄弟的大哥，也是他们堂兄弟里面最长辈的。感谢神，神透过他当时看见是部落如果这样发展下去会不好。他说我们兄弟姐妹在一起，如果天天生气吵架，他说这样也不好。因此在2001年呢，他就召集他们，他就分享勉励，我们何不大家一起经营，一起创造司马库斯的未来跟发展。弟兄姊妹，感谢神，因为他的带头才开启司马库斯共同经营。弟兄姊妹，怎么样共同经营，怎么样经营呢？有2个部分要去解决的，特别是这个头目了也是其中了。第一个部分就是，比如说以这个头目来讲，他当时有盖一个恩典坊，他筹资了将近400-500万经费，盖得很好，怎么办？他说我捐出去。当然捐是半卖半送，比如说他400万的那个盖的，回馈他100多到200万，捐出去。然后呢，让那个没有民宿的加入。你虽然没有房子没有关系，我们叫股份嘛，你全部进来，这是第一步。所以现有的民宿全部要捐出去。
有一些补偿啊。那第二步是土地的问题。如果有一天我们在这地方盖了个非常我们认为很好的地方，要盖公共小木屋，可是那个土地是你的，你不愿意的话，那怎么办？因此，这个头目他说，土地的部分，我们大家除了在现行法律你有私有权以外呢，我们另外再定共同持有契约书。意思是说，将来有一天部落要使用这个地的话，你要无条件的捐出。这个头目当时是大地主，他10几甲地，没有地的怎么办？没有关系，我们不要计较。你没有地的也没有关系，你只要愿意加入，我们大家都平起平坐。因为这个头目愿以身作则，深深的感动当事人。你看做大哥的，他都愿意这样捐出来的，你弟弟的、堂弟的，他没有话讲。所以弟兄姊妹，这两个部分解决以后呢，司马库斯就可以继续经营下去。所以弟兄姊妹，这两个部分我们都解决了啊，但事实上呢是最困难的地方。所以我们刚刚读那经文呢，就是属于像第4章里面所讲的，变卖财产，房屋公用，然后呢，共同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每次我们想到这个时候，当时头目他是在见证基督耶稣复活的大能，不是吗？弟兄姊妹，若不是基督耶稣的爱，怎么可能你已经有的可以捐出去？怎么可能你这么大的土地愿意捐出来让大家使用？若不是耶稣基督的爱，没有办法。所以弟兄姊妹，感谢神哈！2004年以后呢，我们开始过一个共同经营的dun难从啊的努难什么，到现在已经将近18年了。土地共有，编织生命共同体。那目前会有是8.3成，还有将近1.6成还不愿意加入因为他们不喜欢被约束。因为加入以后呢，有一些是要约束的。到下一章。好，那在共同经营的底下，我们进到很多的制度一定要有制度部落要有制度，教会要有规矩公司要有规章同样的那我们有福利分配制度，我们有教育医疗等等很多的补助我们工作也设立工作制度。什么叫工作制度呢？你就要加入会员的大家的工作都是平等的，从头目、总干事到各部部长，我们也可以叫人事部，他每一天都要做做工作安排，按照你的年龄，按照你的才能，由他来统一。比如说我们头目已经大概70岁了，头目他的工作是什么？养猪、养鸭、种菜，处理这个厨艺你们可能会想说，头目应该是位高的应该不会工作。没有，只要是人事部按着编排的，我们都要顺服。不管你是年纪多大，不管你是总干事，这样有利于工作的安排所以我们的工作一律平等。第二个呢，你在酗酒期间、工作期间有喝酒的，我们也有一些判罚制度。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每个人薪水是3万还有年终很多，像比如说去年年终是领了差不多25万你只要在工作期间被抓到一次的，第一次的话扣掉这个年终奖金10万块就没有了这个严重第二次的话年终奖金没有了，第三次再犯的话，不单是年终奖没有，你要降为一般会员观察会员每个月就5000、6000，有没有很严格？很严格。我们为什么要严格？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的站牌写的欢迎光临上帝的部落司马库斯。弟兄姊妹，上帝的部落要不要做见证？要，不然的话，上帝部落一进去，哇，那边喝酒倒一个；上帝部落进去，那么多野狗在那边，
也不卫生。弟兄姊妹，那个是上帝的部落吗？那个不是啊，你是在里面，你那个是里面做见证的。所以弟兄姊妹，上帝的部落如果做得好，你是在见证上帝，你的恩典会多。但弟兄姊妹，相对的，上帝部落你敢挂那牌子，可是进去不符合上帝的期许，弟兄姊妹，你不是在绊倒弟兄姊妹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我是到牧会第3、第4年我才知道，哇，我后来才知道，上帝部落有压力呢，哇！但是上帝部落也是一个祝福。弟兄姊妹，富强教会在这边坐落，那边挂着台湾居中的教会、富强教会，那不单是一个名称，我们也是在见证上的荣耀，不是吗？我们在这个社区，我们在这里见证基督耶稣的大能，同样地也一样，只是我们的牌子更大。所以弟兄姊妹，刚开始弟兄姊妹不习惯，可是感谢神啊！我们知道我们为主做见证，我们的祝福满满。好，我们还有一个是共识制度啊，每一天我们都一起用饭。所以弟兄姊妹，想一想，如果有一天啊，这是我们的员工餐厅了哈，每天中午弟兄姊妹一起用饭，国小老师一起用饭的感觉啊，非常美好。所以有一天富强教会也要一起吃饭的哈，那个感觉是不要钱哦。有没有可能富强教会有一天喝咖啡也不用钱，吃东西也不用钱啊？那个真的是不容易了哈。但是司马库斯是这样啊，所以我们有共识制度，原因是可以降低成本啊。好，再来下一章。好，这是我们的福利制度啊。我们国家在推动长照制度，但是司马库斯是在推动全人照顾的体系。简单讲，就是一个人的出生到生命的结束，我们司马库斯完全照顾。举例来说，0岁到6岁，包括月领4000块的津贴，小孩子2000，这个是我讲是除了国家的福利以外啊，还有3到6岁营养金等等他们都会照顾。然后呢小孩子的读书，高中以后到外面读了以后，因为学区的关系，他只要在外面的住宿费、生活费、制服费、交通费、伙食费，比如说我们学生在台南读书，他回高铁那个车票，你只要有收据的，他们通通都付。高中、国中、大学、硕士、博士，你只要愿意读的，他们全部付。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教育费是不是占很大比例？所以我们的司马库斯的妈妈都努力在生孩子了哈。司马库斯标准的生孩子是3个，我刚好标准了，我3个女儿。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在座很多的青少年结婚，你照司马库斯标准，你2个的话都不标准哦，3个以上。为什么？我们都知道这个跟教育基金有关系。我们都知道现在孩子是，这个为什么生育差，这个其中一个，所以这部分我们有考虑到啊。好，结婚呢，我们帮忙结婚，盖房子也帮他们盖哈。还有包括你的健保、劳保、保险、团体保险，还有你开刀部分、自费部分，他也替你补啊。还有蒙主任召以后，我们也有提高到30万哈。我们现在每个人是月领3万，然后年终是去年的话，填3个月还可以领到将近25万的年奖金哈。这里面还有一些奖励金，还有很多啊。那你老人家退休以后改一下，60岁以后就内部退休，现在是改2.3万啊，2.3万。我们现在劳保也差不多了啊，你做3-4年差不多2.3万，给老人家。所以这么多的福利就是他被照顾到，从出生到生命结束都照顾到啊。好，再下一章。有这么好的福利，就必须有架构啊。那我们叫3会跟9部哈。那部落议会、教会跟协会。
那从风潮来讲都没有阶级的，那主要是我们一个头目，下面在执行司、总干事跟牧师是教会的部分我们还有教育文化部、工程部这么多的部里面来维持跟部落的情形，所以这个是不简单的一个发展所以司马库斯除了蒙受恩典以外，其实某个层次是它有一个架构在那边来维持这个部落的一些推动那当然彼此顺服特别从信仰来推动，这是很重要的。再下一章好，有2个部分我推动一下传统领域部分那传统领域的部分守护，司马库斯非常大我们宣告说这个传统领域是部落给的，所以呢我们严禁政府、林务局还有国家单位来介入，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来推动我们司马库斯。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很辛苦了政府想给我们资源来盖包括步道，我们不要，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司马库斯的坚持，我们一旦接受政府的资源以后，我们会丧失某个权利，我们苦没有关系，我们要用自己双手，特别是靠主的恩典来推动部落。再下一章好，我们自己盖了个门牌我们没有学像林务局一样，然后用了很多所以我们就是用当地的材料，看到没有？巨木群登山口看起来雕刻的不好看，那个木头也好像不华丽但是这个就是因为什么？木头很多了碎石坡就是自己开步道。到下一章这个我们也没有钱买那个板子了就用竹子来搭搭变成非常美丽有特色了。再来这是公厕可以看到没有？那个等一下那个公厕外面有个窗户那个叫透明玻璃。各位有没有看过公厕是透明玻璃的？哇，你们一定会说要求要求呢还可以上吗？但是这个是因为它后面是那个悬崖了所以你们如果有机会去上个玻璃只有一种人会来偷看你们，当地的原住民。你知道是什么吗？没有领身份证的猴子所以教育你们一下，真正的原住民是猴子，他比我们早到，只是他们没有原住民他们没有身份证好，我们自己盖了公厕那个自己推木头好，自己架桥，看到没有？那个木头自己推的木头自己慢慢盖。那巨木群够有5公里，没有政府任何一个资源介入，所以那个路要自己开，木头要自己背，累没有关系，可是我们用自己的力量来搭。所以弟兄姊妹也一样，互相教会要靠弟兄姊妹，我们自己亲手打造，我们自己亲手爱他是这样这个道路也一样我们用我们自己工法来做一个步道。林务局的步道是它设了很多的砧板，做了很多的水泥。各位如果去风情区我说那个林务局是最没有头脑的肯定有林务局上班的，不好意思但是事实上是这样。为什么？我们爬山的时候最忌讳是走那个水泥了，走到最后爬带了最好的步道就是走在泥土里面，有树根没有关系，你就跳过，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的步道是也有一些树根，那个没有关系，那个就是神给我们最好的智慧。再下一章自己做的步道。再下一章这就是我们的巨木群再下来同时我们做守护森林，我们做传统领域，我们自己司马库叫6万公顷在这里我们会派人去做一些田野调查啦，防止山老鼠所以司马库斯在做一个自主的防御、自主的守护我们不要林务局或者是国家的剧目爱我们的地方，我们就是派人去好，再下一章我们也种树木了再下一章我们以前种很多的水果，我们不要水果了，种树木就是全力做观光。好，这是我们的原始就笑靥花原生植物，包括山樱花，
坐落在这边。好，再下来。好，同时教育的部分哈，我们过去小孩子很辛苦啊，他们就是从星光到司马库到星光，为了要上课，国小1年级要走6个小时的路，所以以前的小孩子要到对面星光国小，那个校长会讲一句话，他说哈，司马库斯的孩子只要中午以前到都不算迟到。这个概念你们可能没办法理解，就像我们孩子送到国小嘛，一定要7点半到，对不对？慢个5分钟，老师说你迟到，概念是一样的，只是说你只要不超过6个小时，12点以前都不算迟到哈。为什么会迟到？因为小朋友啊，从司马库斯哭哭啼啼的离开父母，然后呢，他突然靠在学校，看到旁边有那个山圣啊，看到老鼠，看到小鸟，就跑过去了啊。中间有一些变数，所以呢，中午前12点到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样讲好像很轻松，可是这就是事实。司马库斯能够去读书就不错了啊。所以那校长说，司马库斯的孩子，你只要到学校就100分，哈利路亚，有没有读书没有关系了啊。这就是以前，所以他们走过那个生活，他们觉得这样不好，应该要在自己学校盖教室。因为这个缘故教育局也来关说，星光国小的本校的校长说，你们干嘛要去盖学校？我们这边都有宿舍，没有错，有宿舍，什么都有。那教育局说你们不要去盖，你们盖的话一定是非法了，因为有什么建筑法、消防法什么法就不要去盖可是我们认为司马库斯小孩子不能再离开了，国小1年级就要离开父母，多么残忍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开始盖，开启。其实教育部跟林务局一直百般阻挠我们，用很多法来判罚我们，包括水源保持法6万块，建筑法6万块，就是不让我们盖可是我们要给孩子一个美好的梦，就是最起码1到6年级你要在地在学校里面盖。好，就开始盖。那盖的前2年因为要开始盖正式的，我们先盖一个临时的竹子蛮可爱的。所以我们在竹子待2年的时间，就是预备到好到下一章。好，在下一章2年以后呢，就开始我们要盖这个正式的学校。我们不是去乱盖，我们要个草图有一个蓝图在那边再盖。好，盖好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个模型等等。好，再来就开始盖了。各位看到是垒石头还有榉木还有石板这就是现在的那这种盖法跳脱现在所谓的盖学校的工法可是我们认为，教育部认为他们很头痛所以4年前我们去申请说要不要立案那个很多教育部他们我也参加。那教育部的官员看到学校左看右看，他们就摸摸头这个到底要给它非立案呢，合法呢？因为现行的法令不合这就是我们学校盖得非常漂亮，是我们自己盖的好，再下一张。好这就是司马库斯。那我们学校不但是盖完，我们也很多。我们现在学校是10个小时里面3个小时，我们会申请过来，变成我们的民主教育那这个学校也有官方派的老师了只是说它不是合法建筑，那还是国民教育。但是10个小时里面，我们要求3个小时是司马库斯，我们要做一些教育再下一章。那举例来说，我们的孩子如果有人告别礼拜了，小孩子要全程参与；有人结婚了，全程参与。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因为1年级的6年级，你一定要在地教育。好，这个是我们坚持的。好，再下一章。好，再来，这是要去学校的道路。好，再下一章。好，这是老照片了这是贝瓦斯，看到没有？爱老婆就是要贝瓦斯。这个概念知道吗？可能我们在座先生说爱老婆就是给他吃牛排嘛，买化妆品可是记住爱老婆就是要贝瓦斯，这是现实了你给他买化妆品没有用了要给谁看？你给他买衣服，
第二天要工作，没有用处嘛，爱老婆，背瓦斯，背冰箱，安尼了解不？了解哈，好，爱老婆就是要过那个流笼河去买东西啊。好，再下一张。好，以前很辛苦了啊，就是这样背了哈。再下来，那最后一部分就讲到信仰的部分。教会在部落非常重要，在没有道路、在交通不发达的时候，教会是他们唯一的信仰中心。教会陪伴他们。在民国80年，台湾经济开始发达的时候，当时40户原住民，将近36户离开司马库斯，只有剩下8户没有离开。他们原因是，如果离开了，教会怎么办？离开了，谁去打扫？因此，教会陪伴他们，从早期福音介入以后，他们的生活、娱乐，包括打篮球，都在教会里面哈。好，这是我们的教会哈。刚开始是1983年，后来被雷打到哈，烧火了。1993年是盖临时教会，2006年是我们开的现在原址哈。那2022年现在是后来又根据2006年扩建目前教会在这边。那1983年第一任牧师就是师母的阿公了所以师母为什么愿意嫁给愿意到司马库斯原来他的阿公是最重要的媒人因为大概也没有几个人可以到司马库斯一定要像我们这样不加任劳任怨有那个愿意奉献精神才可以去那我这样讲是以前的牧师更辛苦，以前是要走6-7个小时所以这个教会就是1993年陪伴到教会我们成立7周年，教会陪伴的部落，到现在也是这样再下一张。好，到目前为止有6位牧师到这边。好，再下一张。好，一起工作，一起建造教会是非常美好的事情好，再下来。好，那教会蒙受神的恩典以后呢，我们要做福音的工作。那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游客观光客，所以6日跟例假日我们都有晚会我们跟游客叫晚会但是对我们来讲叫福音的聚会。为什么呢？游客我们坐满差不多200多位，就是差不多这样200多位。一到教会以后，他们觉得他们也被受骗的感觉怎么晚会怎么到教会以后呢？在敬拜赞美，唱诗歌，小朋友跳舞，哇！到最后呢，师母献诗，最后呢，所有游客我就跟他们讲说：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游客，我为你们祝祷好不好？他们都说好，哈利路亚。所以疫情当中里面，每个礼拜6聚会，我们都会做这样一个福音聚会的一个事工的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没有见证神的祝福就离开。然后为什么司马库斯有这样的优点是，我要美丽教会弟兄姊妹如果有机会，把你们的孩子或者你们愿意到同工了也可以到司马库斯办那个退休会。原因在哪里？因为他们到司马库斯以后，他们没有地方可以去了，没有 7， 也没有网络，当然乖乖的，对不对？所以神给我们很好的一个地方。但是感谢神呢，因为晚会里面游客他们在那边感受到我们的那种基督耶稣的爱，我们给他们带敬拜赞美，我们给他们唱诗歌，我们给他们介绍司马库斯的发展经验。最后呢，我有一个很会唱歌的师母她等一下会献诗。他们听到师母唱歌以后，可能是又很远了，又很累，爬山很累他们觉得神与他们同在了，所以他们接受祝福祷告。所以我们就是这样，每天晚上例假日还有礼拜6做分享之夜那已经10几年了，我们就是做这份工作。再下一章。那这是我们献诗，礼拜6晚会我们都会献诗了所以每个到那边游客，他们都觉得这个部落很不一样。你看我刚刚介绍，很干净，又有礼貌，餐点也不错，晚会也有一些内容了他们就会欧罗兄弟了来照顾司马库斯了
好，再下一张。好，最后是司马库斯的下雪的情境让大家来做一些分享。好，那我的介绍就到这边为止小小分享，愿将这一切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神，然后也请弟兄姊妹为司马库斯教会祷告，因为观光其实是跟部落发展是有冲突的，跟生态游戏是有冲突的。请你们为司马库斯祷告，我们做观光业不要被观光钱蒙蔽了眼睛。最重要是神给我们恩典，要为神做见证，可以吗？为你们祷告。那我也为你们祷告，求神带领富强教会今天所领受的就是一样，我们学习巴拿巴，更学习基督耶稣他爱的精神。他为了我们舍己，他为了我们牺牲他自己，求神帮助我们，愿将这一切荣耀归天之父神。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在司马库斯为你国见证基督耶稣你的舍己的爱，见证基督耶稣你复活的大能，见证圣灵在过去50几年以来，你光照司马库斯教会跟整个泰尔中会所有教会，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这个时候师母要唱诗歌了可以唱2首吗？一个是师母唱，一个是那个好。感谢天父上帝的恩典，用这首诗歌，因为有你，是因为耶稣的拯救，是因为耶稣的爱，能够让我们从无到有，从贫困到富足。我们一起来荣耀天父上帝的名。神百姓今天来宣
接下来这一首歌是我自己的创作，那感谢神，我们只要奉耶稣的名，耶稣的名是耶稣的名，不是我的名，是耶稣的名。金和银我都没有，金和银我都没有，我拥有的只是耶稣，我把我所有的给你，金和银我都没有，金和银我都没有，我拥有的只是耶稣，我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不是我的名，有耶稣成为你的力量，我奉耶稣，奉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叫你起来行走，奉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金和银我都没有，金和银我都没有，我拥有的只是耶稣，我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不是我的名，有耶稣成为我的力量，我奉耶稣，奉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叫你起来行走，奉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他就行走着天佑着赞美神，行走着天佑着赞美神，哈利路亚，荣耀归主名，荣耀荣耀归神，他就行走着天佑着赞美神，行走着天佑着赞美神，哈利路亚，
我想大家心里都很感动。我听蔡牧师说，我们的师母呢，她年轻的时候本来是要被邀请去当歌星的，但是因为爱主，她的阿公是司马库斯的开创的牧师，所以他就陪蔡牧师一起走上福音的道路。我们一起为蔡牧师他们全家，都是音乐人才了哈。蔡牧师也会诗琴，女儿也会诗琴哈，他们可以组成一个敬拜队到各地去。那因为时间的关系，牧师要邀请大家来唱一首回应诗歌，也要请我们的执事呢来收奉献因为我们疫情的关系，你就直接把奉献放进去袋子里面我们有同工来帮忙一起带这首诗歌，我们坐着唱唱一次再副歌再唱一次一边唱我们一准备要回应一起来做这个奉献开始同工也可以拿麦克风一起来唱。对。当中，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人的让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为到日明献上自己，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同彼此向前进。我们重复歌再一次。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为了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真的前行。我们请诗会，我们来主持这个奉献的祷告。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请坐。接着我来报告。报告之前，我们打开周报后面来恭送本月的金句2次。预备开始。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哥林多后书2章14节。再一次。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
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后诗2章14节。下个礼拜的诗献是我们李荣泰执事，请留意，以及我们周报的肢体交通，详细内容请大家浏览，有需要的就自己来，有需要报名的就自己报名，接下来我们也为有6月份的庆生，也请我们牧师来主持，简单报告，请牧师来补充。详细的消息我们自己详细看了哈。那简单做一个提醒，第一个，今天是圣灵降临节，但是因为我们圣餐要改到下个礼拜，所以我们期待有实体的领圣餐了哈。所以大家都一起来。如果没有健康的顾虑，如果有的在家里面要自行领圣餐，牧师鼓励大家自己准备吐司或是准备一杯葡萄汁、葡萄酒也可以哈。届时我们在线上在实体一起来领受。如果你觉得可以拿教会的2合1的带回家，那就在这个礼拜当中来教会拿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了哈。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恭喜我们的新晋级弟兄和子玲姐妹在上个礼拜6神赐给他们一个可爱的儿子，恭喜他们。另外李宗杰执事的儿子要结婚要邀请大家，如果要参加的可以登记在楼下，请大家记得哈。另外我们教会一位姐妹王金菊姐妹是我们博勋弟兄的妈妈在日前过世，要在礼拜3早上举行告别式哈。如果跟这个家庭有认识要参加的请向我们的办公室来做登记来做登记，我们也为他们做代祷哈。那等一下我们结束的时候呢，我们请同工也来到前面，跟我们的蔡牧师他们一家一起来合照来做一个留念哈。那最后一个报告就是说，刚刚蔡牧师有邀请大家了哈。那牧师是觉得说，在那么远的地方我们不可能常常去嘛，但是我鼓励大家至少一生有一次至少有一次能够上去山上看看，你会发现说神的创造真的太美丽了。也许我们可以用小组的名义，因为山上要开3-4个小时，从竹东所以也许开休旅车，或是有人9人座的比较理想开轿车也可以，不过那个路比较不是那么平稳，轿车可能比较它凶中的对了当然也有人旅行社有在办这个活动。那重点的意思说，如果说你刚好有3-5成群人数不多，但是可以带牧道友，然后到山上去参加，特别是如果礼拜6、礼拜天当成野外礼拜的意思了带你的好朋友去参加这个聚会蔡牧师给大家祝福听师母唱诗歌也是不错小组的方式应该不错。那他们大概7、8月会出产那个水蜜桃今年如果说大丰收的话，也许可以来推广，我们到教会来大家帮忙订购这样子了如果说收成不是那么的丰富他们老早就被抢光了所以我们大家如果一起关心，为这个教会来祝福来做祷告。我们再一次我们谢谢我们全家蔡牧师全家，我们拍手谢谢他们。刚刚弹琴的这个是2女儿了听说大学毕业了，现在在竹科上班了他没有学音，他是学数学的所以是世界先进的那个数据分析了不简单3女儿是还在读国中，对不对不简单我们为他们祷告，上帝祝福他们。等一下他们吃完午餐又要赶回去山上开7个小时了真的是辛苦他们谢谢。我们来做结束等一下我们要来庆生会，谢谢。颂荣，请起立，我的神，我的王随后请蔡牧师为我们祝祷。
请接受祝福祷告。愿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无论在遥远的司马库斯，以及在都市的富强教会，他的恩典满满，以及受托祝福基督耶稣的恩典，无论是在司马库斯教会的每一个长子身上，以及在富强教会从牧长子开始，都满满领受基督耶稣救赎的大能，以及无论在任何山上，在都市，圣灵的大能大大的赏赐在每个弟兄姊妹身上，让我们得到能力，有能力来做见证。特别在今天早上，与玉山神学院同在，培育教会的牧者，兴旺教会的福音，并带动部落发展，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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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请坐来默祷，准备来做庆生会，感谢主。各位弟兄姐妹，我们6月份的寿星在场的有没有？包括蔡牧师，你们家有没有6月份的寿星啊？好，我们请寿星站起来，可以吗？我们来唱祝福的诗歌，都没有吗？在楼上而已啊。好，有，为他们祝福。愿主祝福给你，祝你生。唱英文的，我们要请丽妈妈来吹蜡烛，来。To you。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来，口罩丢起来，口罩，来，要拍照哦，来，好，感谢主，来，1、2、3，哦，拍手。来，我们为寿星来祝福祷告，再结束哈。亲爱的父神，感谢你，6月份是一个台湾温暖的月份，也是神恩典的月份。主啊，我们为这些寿星献上感恩，让他们在生日当中得到家人亲友美好的祝福，也让他们因为有神的同在，活出生命的色彩，有丰盛的生命来见证神的恩典。主啊，赐福他们无论在工作、生活、家庭以及健康每一个方面，因为神的同在，跟神同行，他们就活出美好的生命。愿神赐福每一位弟兄姐妹，在疫情还没有消退的时候，大家出入平安，无论在家中、在工作、在生活，有神特别的保护。我们回家的路程，也求你亲自带领。我们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给隔壁祝福说端午节快乐，好不好？来，谢谢大家平安。好，我们也请同工到前面来，我们跟蔡牧师他们全家照相哈，长子哈，小组长一起来。然后我们在场的长子同工们，欢迎来到前面，邀请各位长子同工、小组长们，我们来到前面跟蔡牧师一起来合照。妹，想要照相的都来，美娟姐，来快点，建伟、陈如，